来到以纪念嘉农棒球队第一代球员苏正生所号名的正生公园，当中有楚留龙、儿童篮球场、溜冰场等休闲设施。时间单位嘛积极征收草木，为环境做最后的收尾，来迎接19号正式开放。当然，该替三营地向中央争取前瞻经费来开辟停车场，就是为了疏解当地停车需求。李工田完成，市府伫5月优先开放地下1楼262个停车，加上专业智慧化停车服务进驻，有真侪民众拢申请月票，停车率嘛一步一步增加。那个正生公园地下停车场啊，那我们B1 的话有在那个3月开启使用，那有专业的厂商在5月进行那个智慧停车的那个管理，那目前使用率看起来平常时间大概是2到3成，那在尖峰的时刻是可以达到4到5成，那使用率有逐渐在上升的情况。那今天7月19号地面层公园开启了之后，我们预期地下停车场的使用率也会在逐步的攀升。至地下第2站也有315个停车位，嘛预计8月的进前开放。B2目前还在做那个渗水的地坪的一些改善的工程，那预计会在8月完成改善之后一起开放。高雄局表示，地下停车场位伫蜜夏街第2出入口，预计7月2日完成停管安装以后会正式开放。到时民众车辆会当透过中华西路2段甲蜜夏街双向进出，互停车动线更加利便，欢迎民众多多利用。今日新闻，阮是何超邦采访报道。